每日聖言分享。聖母蒙召升天節，恭讀聖路加福音。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入匝加利亞的家，就向依撒伯爾請安。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胎兒就在她腹中歡躍。依撒伯爾於是充滿了聖神，高聲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裏，這是我哪裏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他的話完成的，是有福的。瑪利亞於是說：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聖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賜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他曾使飢餓者飽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們祖先所說過的恩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3個月左右，就回家去了。上主的話。為主內兄弟姊妹，瞻禮快樂！今日我哋慶祝聖母升天節日。聖母升天嘅信條，教會要求我哋絕對咁相信聖母唔單止佢嘅生命嘅結束喺天主嘅安排之下，身體冇得到腐朽，仲甚至被提升天。我哋都記起耶穌嘅升天，喺聖經入面冇直接嘅記載，但係好間接咁樣讓我哋體會呢一個曾經接受住天主嘅說話而生活嘅人，嗰個讓天主聖言被孕育，然後同佢密切嘅展示救贖嘅果實嘅耶穌基督，佢嘅升天分享咗同樣嘅果實，為初果嘅基督守夜同埋當日嘅感恩祭嘅讀經，幫我哋諗起呢個為初果嘅基督死者中第一個結出嘅生嘅果實。呢一個初果接下落嚟，咁係邊個呢？邊個最先嘗到呢一個果實？邊個最先分享同樣嘅光榮？耶穌基督係天主嘅光榮，臨在喺天主嘅約櫃。呢一個天主嘅約櫃唔單止喺舊約成為咗喺朝拜天主嘅時候，天主嘅臨在嘅一個器皿。聖母瑪利亞喺世上成為呢個天主光榮、天主降生成人臨在世上嘅容器。佢唔單止以一生去承載耶穌基督，好似達味喺第一篇讀經，佢獻完全燔祭同埋和平祭之後，佢都祝福咗百姓。人喺耶穌基督面前，都喺聖母面前去獻上我哋嘅讚美之祭，因為佢哋先係耶穌，後係聖母瑪利亞，及後係好多世代嘅聖人，然後係你同我，都被召選分享呢個救恩嘅果實。聖母瑪利亞喺當日嘅感恩祭嘅第一篇讀經，佢就係嗰一個天主天上嘅聖殿敞開嘅天主嘅約櫃。呢一個約櫃係點樣嘅樣嘅呢？係一個女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12顆星嘅榮冠。聖母受到光榮，聖母已經被提拔升天，
佢只不過係使我哋得享我哋將來都要同受嘅光榮。我哋要記起喺福音入面聖母嘅讚主曲，嗰啲人讚美聖母嘅時候，聖母都係喺耶穌嘅口中，係嗰啲聽天主嘅話而遵行嘅人更係有福。而我哋都明白喺基督嘅呢個救恩面前，死亡失去所有嘅力量，尤其聖母瑪利亞嘅一生冇讓死亡嘅力量侵擾佢。佢嘅生命喺佢完成結束嘅時候，佢嘅聖子耶穌預先咁唔單止將佢嘅原罪攞走，亦都喺生命結束嘅時候冇讓佢腐朽。呢個係教會相信聖母升天最合適嘅事。願聖母瑪利亞佢喺天上時時為我哋轉禱，佢展示嘅只有天主嘅光芒。佢冇佢自己，佢空虛佢自己，讓耶穌基督唔單止同佢時常結合，係一生因聽天主嘅話而結合。你同我都被召選去聽天主嘅話而生活，而分享同樣嘅經驗，得救蒙恩嘅經驗。到最後，我哋都會一齊喺天主面前。如果我哋都願意以同樣嘅讚美嘅生活，獻上我哋嘅讚美之祭，以我哋嘅司祭職，我哋屬於耶穌基督，我哋都同樣奉獻我哋嘅讚美，去結合喺聖母，以佢嘅心懷，同佢一齊歌頌天主，歌頌耶穌。聖母只會帶我哋愛耶穌，我哋永遠都唔會愛聖母太多，因為冇人比耶穌更愛聖母。當我哋越愛聖母，聖母會幫助我哋分享耶穌嘅心懷，然後以聖母嘅心懷不斷服應天主父嘅旨意。聖母同耶穌呢種密切嘅陪同耶穌一齊救贖世界工程，我哋都一樣陪同耶穌完成喺我哋時代耶穌嘅救世工程嘅人，願我哋都同耶穌一齊分享，同聖母一樣分享呢種救贖我哋能夠做嘅部分。天主揀選你同我係呢個世代，有呢個世代要做嘅事，有呢個世代嘅徵兆，都有呢個世代嘅恩寵。即使係速食文化、科技發達，甚至人工智能嘅年代，我哋都唔好迷失，以天主嘅話去生活。聖母瑪利亞，為我